电视台女孩上场。第21届国人自制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今年在54个参赛节目的激烈竞争下，由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拿下年度最佳儿少节目奖。制作团队开心上台领奖，也向观众朋友推荐这部优质儿少节目。那在做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位演员，他现在也是球员，叫邱凯欣。他说，我问他，你看这部片，你会想怎么样跟人家推荐这部片？他说，我希望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们能够看这部片，你就会知道你的小孩为什么那么喜欢打篮球。我觉得喜欢打篮球，就跟所有的艺术创作的青少年为什么那么喜欢？因为在那个氛围，在那个状态下，他可以忘记所有他应该要烦恼的，然后所有的误会或他跟所有同学之间的纠葛，或许都会在那一刻就化解开来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们很自由，在那时候他们勇敢，也是因为篮球，他们因为可以相聚在一起，因为篮球他们可以什么都不怕。主办单位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指出，今年的参赛节目各具特色，尤其是公共媒体表现亮眼。儿少发声奖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库娃娃获得，客家电视台巷弄里的极光片语获得中嘉数位企业特别奖，公共电视匠心匠心则夺得2大奖，儿少社会参与奖及儿少评审团奖的殊荣。此外，今年也新增了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与最佳观众票选奖，共颁发了7项大奖，提供高达27万总奖金。今年的作品数值都非常的高，然后今年我们有儿少评审团也是扩大办理，所以儿童青少年不只是观众，他也可以参与这个主动的评审的过程，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节目。16到18岁的这个节目呢，表现得最为杰出哈，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地方。那尤其是以剧情片跟纪录片表现最为亮眼哈。那我觉得在我们评审能够引起我们评审的眼前一亮，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有没有儿少的参与啊。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嘉集团连续3年赞助支持这项儿少节目五星奖颁奖活动，五星奖也在中嘉的支持下增设中嘉企业特别奖，今年度由客家电视台巷弄里的极光片语获奖。中嘉集团陈协和副总亲自到场颁奖，鼓励本土优质节目制作，为儿少媒体教育尽一份心力。中嘉非常荣幸能够连续第3年来赞助媒观所推动的这个儿少优质节目的评选奖项那主要是作为这个国内有线电视的这个龙头我们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节目的优质节目的一个提升那特别是我们也希望透过儿少来观看这些优质节目的同时，能够能够同时提升这些儿少的这个观众们能够有独立的一个意识来判断说这些节目的这个优良以及能够提升他们的媒体素养。媒观董事长罗世宏也感谢中嘉集团积极参与并支持儿少五星奖活动，让各界更关注儿少的传播权。媒观表示，下届也将以多元族群融合为年度主题，期盼有更多的儿少优质节目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